南部天氣無介穩定，即高雄甲線台20線北分溪附近的車路，即山徑放落來造成交通斷暫。若公路局是挖道的時陣才來拍通。若講到即插山大路含產料的即高14線呢，攏有放幾如10公尺長道工處遙管制，敢若開放單線通行。若講到即大廈的中準溪溝爆花，也是有一邊呢是要放要100米遐爾長，深度也超過一個人懸，目前先來封路咯，避免意外發生。對空中看落去，4顆連燈攏是幾支遠的大廈中準溪溝爆花，有一邊已經拆落地基流失，規個路邊阿媽土崩了了，邊仔組遠的網線嘛都規排。民眾講，這條爆花路2、5倍堪哩大水沖掛，放100公尺長，深度超過1人懸。對了農民順橫走失，真濟居民甲囡仔上下課嘛攏會驚遮。即擺路崩安尼，若無緊來處理，當時要出代誌，實在黑暗算。這集嘛是有放過，這是2-3年前放過啊，還佫重做，所以說這台規抓總做啦。你做一節的，這放這節放迄節，啊，當時人落落，生命安全要找上套啊。另外，高山的插山大路嘛出現道路崩陷，大約50公分深，長度超過50公尺。目前道工處已經封路管制，敢若開放單線通行。居民講，這段路3公前就開始崩，愈崩愈嚴重。即擺出入敢若當橋都歹，實在真無方便。他說必須緊急封山1個月，然後用好的話才開路給我們啊，造成我們也非常大的不便吶，因為我們山上裡小孩、大老人比較多，真的不方便。對，因為我禮拜6我要去台北，我有箱子很大，然後不能放在那個摩托車，所以我要怎麼辦？道路封閉期間，僅供民眾以機車通行，其餘車輛禁止通行。當地民眾若有進出需求，市府民政局與區公所會協助接駁。高雄天氣無穩定，真濟道路攏傳出災情，包括甲線的第20線65公里，2、5崩山才拄手通，2、7又佫崩。公路局早起派怪手來挖挖道的時陣，已經開放通行。另外，產料的54線5公里道路，萬一邊坡出來，道路崩陷超過20公尺長，道工處2日緊急封路，剩1線通行。因為提報中央災害手術鑑定，伊講年底進前會完成修復，加強邊坡的擋土牆。記者柯家族、邱超勇、高雄場報道。